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仿收看福起来阿明姑刘浩明，人家提过头位太发通的场合地步，我哋都可以看到我讲客嘅主持人。今日福起来有请到係睇台東嘅啲，算是改獎，同時又要身形改好，然後佢口條嘛改滑溜嘅一啲，細妹主持人嚟到現場秀秀。其實今日嚟到現場可以講改緊張啊，但是我哋想講。不比主持改緊張哈，其實上節目錄改簡單的事情啊，我哋馬上放今日來邊秀秀來談一講，一做乜我開始主持，同時喺台東主持，同一般的主持有乜嘅差別？我哋馬上放今日主持人秀秀。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啊，我係秀秀，我係是喺高雄出生，係喺台東嘅秀秀哦。啊，頭到主持人講到吼，我用呢會講客話主持吼，其實啊同漢色有關係。我媽媽是高雄閩南嘅人，啊我呢辦於台東迄個，啊我呢買一個麵客家板條，啊所以我能會講客話，係啊，慢慢呢能有人同我講，我嘅客話做得以主持，我能行到一條路來。那你講嘅意思講，萬歲你即個係睇闽南語有印象冇？差唔多一度先能辦於台東嘅啊。幾歲就過於，8歲就過於台東嘅。8歲都過於台東嘅。嗰時等於如果小學差唔多讀到2年生，好2年生都辦於台東。咁幾時先睇闽南有同阿公阿婆阿媽講客話冇？有啊，以前啊，我陸卡哦，阿公阿婆啊，我哋嘢嗰度。啲鄰居啊，人哋成係位鄰居哦，攏每年都講客話呢。以學校都唔得講嘅都唔得講客話，因為線上堂模，係啊，所以閒時啊，我同阿公阿婆阿媽啊，人哋做客客啊。嘛是安尼，咱會講客話。咁細到台東以後啊，其實你差唔多8歲嘛，嗬。而去到台東以後，嗰片嘅環境啊，嗰個環境你會講客冇？還是講其實都真係都變成一個專門講方言嘅地方啊嘛？哦，講方言嘅地方，因為我讀嘅學校啊，我哋嘅嗰度嘅原住民，嗰度冇相同嘅，因為都講河洛話，啊我同媽媽哦。我都講客話，以前啊，我到台東，我唔曉得講，因為河洛話我哋台東那學嘅呢，因為太多人講，但是啲我台東係有一啲冇相同嘅地方，河洛話去講，客話去講，還有愛講嘅阿美式嘅話，哦阿美族語啊，我哋都會一時時嚟，啊當朋友啊，嗰時等於講，唔知細去台東以後，講客話都當純睇陸卡同媽媽講嘅，以前是安尼，但是啊，我哋喺買板條啊，佢當年會來講哦，阿妹，你買板條啊，啊唔曉得講客話冇，啊我講杯啊，哋拉行年啊，啊然後都會講啊我闽南啊，我岐山啊，啊我內埔啊，啊有啲年後我講苗栗咧啊，啊有啲講嘅冇相同，我能啲嗬客話唔係一種名，以前攏當作啊。媽媽講嘅客話攏相同，啊，佢到年下咗來，但是因為佢嘅是客家美食咧啊，佢到下年啊都會來考試啊，考我講，真係一隻會講嗎？按時會講嗎？因為我嘅同學啊，嘛客家人咧都唔曉得講嘅，啊，所以開麵店咧，我哋咧板條店啊，真係有差。你哋板條店嘛，其實開咗幾耐啊？佢哋台東市，喺台東市，台東市其實都種算是人口嗰多人一些啦，後你上頭都講嘅好多人啦、客人啦、後人出面其實嘛，我哋喺啲台東市地區，嗰時其實喺台東市地區嘅話，而真係會面對到各種無同樣嘅講無同樣法式嘅人，啊同時嘛又講到講會讀到譬如講北部客，甚至講海陸嘅，對於我哋南部人來講嘅話，香港媽媽話完全談唔上海陸。而哋全部嚟講，而哋全部談唔出嚟，一律稱為雙白話。安尼，我同講哦，以前我係忙主持啊，我嘛談冇嘢河洛話，但是啊，慢慢的一時，能談有。係啊係啊。其實講哦，佢當年講，客話唔係幾好學啊，啊慢慢的一時咧，啊其實我安尼研究嘅吼。我感謝我嘅阿公阿媽阿婆，還有我唔曉得嘅事哦，我會打電話去找我嘅家婆，我講家婆，也係啊。
伊姓劉，用嚟念嘛，唔曉得念，我都來唱伊來同佢教。係啊，好彩有啲我哋講太人啥啦，吼，做我哋呢一啲算是我哋呢語言的欣賞。像我嘛係啊，其實有時些有嗰種困難的詞啊，好困難的詞彙，我嘛會去摸啊，如果去摸啊嘛，譬如講有啲人講主接數，主接數是咩啊？譬如講。以前米煮嘅又是嘛，吼，米煮嘅咩咧一索米嘅嚇，啊有啲會嗰種煮嘅啊，吼，如人講等迄個，如索嘅那個嚟渡過去，如可以接嘅，好，我本團有冇個意思？唔知呢。插嘴。人家咧講，我哋主接受，你講意思講，人家咧講法，你即係冇人睇咧音發音嘅點冇？我哋講好，像我哋發現，真係都會移民嘅爸爸媽媽，好，伊哋慢些時間，哦，可能都睇伊哋幾完整嘅伊哋，幾單純嘅伊哋學語嘅環境啦。真嘅。係，嗰種頭都要講，有人講係咩學法過快學，我冇人想，係因為我哋嘅環境過少。真嘅咧，我看我嘅4年咧嘛，我有3個4年咧，睇嘢去年吼，去年1年生咧，1年生學教啊，我會教埋教合法嘅，啊伊幾來啲咧哦，媽媽我今邊學到伊咧合法嘅，伊講埋，嘿，他家好，我係陳友家，伊曉得講伊嘅名嘅，啊伊都來講埋。媽媽，我名用嚟念咯，啊有一問媽媽，阿婆我名用嚟念咯，咪咧名啦，攏都一直問咯，係啊，阿姨就問咯，佢有信心啊，伊講講，媽媽名佢冇相同咧，佢想今年。安尼講下一年呢，某一天哦，從愛啊，有一個先生叫彭先生，彭先生，但念嘢名念幾多擺，我都唔曉得念嘅，我每擺都來問一下哦，唔可我念按叫哦，我不是係念錯，念唔錯啦。係啦，你即係有時遇到嘢嘛，嗬，注意下都好啦。係啊，因為有人都冇人講，嗰種唔知㗎，譬如講你講有人啊學客家，唔好因為講伊。我講個幾準能講，還是講有講如何？我講有講100分呢。有一擺啊，我哋主持發通啊，推動後面數動機啊，有啲主會來到推動，我記得是李哦，李主李嘅，啊一來啊，同我講一句話，我真係哦最感謝伊，伊講啊，後生年看到人啊，第一主持會講客話，真係嗬客話有救嘅，啊最重要嘅哦，唔是講髒毛。有講就好誒，冇講就好誒，啊講出來就好誒。我哋愛本客家話哦，好多年來講啊，伊真係出來鼓勵，我感覺幾好。本來都係因為，譬如講我哋講英文，我哋咪講啊，你只要敢講就好啦，敢講都好誒。唔講我哋一定要學到一好嘅英文，人可以講啊。而家都唔咩人都講都好誒，客話嘛係啊，語言都冇人講，咁我講真係唔敢講誒，都100分，真係，都100分啊！馬家講一天可以爭誒，唔是，佢嗰種講下一擺吼，你真係有心吼，啊，比如講你做主持，你真係有心想我再念過好一些，為嗰度其他嗰度環境邊人哋客家 V&V 準備嗰度教材嘛，吼，唔可以進修嘛，吼，學過爭誒客話，一天有安尼機會，但是真係要先用先講，我想問下講，譬如講，唔知個角色係咪完成到嗰種佢發牌嘅角色咯？我嘅角色哦，還是有一些快色哦，因為啊，我還是冇，應該講冇安講，我有嘢嘛雀斑點哦，還是啊，我同好多係我麻雀。啊！因為我很好講話，嘎，但是又唔可以講。我是國泰一些都高中，都應該都高中啦。高中係因為同學嘛客家人，伊講伊按可以按呢做嘢雀斑按呢，講嗰度外國人都按呢，伊能感覺哦按呢嘛可以講啊，我能會有一些些的自信。係啊，真是因為講到雀斑一件事情吼，因為真正可能因為講，其實喺外國人可以常見啲嘛，而且同時伊同我講到講，雖然呢，尤其係嗰種青少年時候，你講斑太細時有雀斑，其實係幾正常，同時伊同我講，有雀斑，那麼聰明嘅什麼樣？真的嗎？唔會，唔可以看到嗰種我哋外國嘅卡通影片啦，嚇。係啊。嗰種其他細年嘅角色咧定位地方有雀斑，話有些什麼嘅，都表示講伊係幾聰明嘅。哦。
嘿，你这注意看一件事情，嘿，伊都表示讲，他细妹算是聪明的细妹耶。可是那我预期是雀斑，可是但是我咧想过奇怪，怎么喺睇贵东人的洞房以后，啊有雀斑的嗰种面上有上目嘅？係啊，韓式他家都會能捱，捱就快些，但是唔會講會傾人用嘅，但是就過太嘅時候，你講安尼可以講，可以講係安尼可以講了，我就會講，嘛可以鬧啊，同他家安尼講，啊所以我唔係韓式就按好講法啦，啊但是。我有最好的朋友嘛，會同我伊學校啊，請我做下表演。高中就伊學校，第跳啦啦隊，還有做咩啊？演戲哦，吼，哎呀嘛，就慢慢的啦，個活潑的。等於如果以前有幾多嘅基地，如表這個可以有自信以後，可以企喺幾多人的面前，唔管係啦啦隊嘛好，表演也嘛好，做戲嘛好，至少有安尼嘅經驗啦。真的，啊都太好哦，都太好就太響起來，太好就冇想到嘅，還有。模擬館啊，第一擺吼，媽媽冇啲嘢時候，伊哋講，2點鐘就要跪喺度卡嘅哦，做唔得睇啱哦，媽媽佢贏，媽媽講吼，7點出去9點要跪啦，8點出去10點要跪啦，啊，細妹係多，你是太好畢業冇？你12點以前我會跪喺度卡，吼啊都太好模擬館嘛，模擬館我就會走嚟走去啊，伊同同學啊唱歌嘅啊跳舞啊，啊同做嗰度發通啊，啊就擼嚟擼應該講用嚟啊，改皮啊，改皮先，係啦，可是國性地本來擼個外向嘅人啊，吼。托嘅太好嘅少少，也要發拍嘅個性都其實都發揮出來嘅。但是也要發拍嘅個性同伊後來嘅主持有乜關係呢？下一檔節目我同咱哋講，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呢節目來自我哋美濃電視佢啊睇我哋台中做主持人嘅鄭秀文秀秀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過當初做乜嘅我開始去主持。我想問一下秀秀，因為其實嘅你這個都太好嘅，後開始歸發拍的嘛哈。但是後來我開始我去主持節目咯。其實一開始我唔係喺主持，我是喺來。高雄上課，上課嘅時陣，我哋學埋點啊，學寫嘢嘛，寫企劃，啊，我學啊，我有好講法，啊，我嘅時陣就講埋個，不適合啦，冇適合吧，做嘢嘛，寫文案嘅人啊，適合咪做埋做嘢主持，我說真的嗎？我就想講好啊，我就思考那時，我第一擺第主持哦。伊來佇高雄哦，伊咧新書發表會，我就開始一點一滴，但是高雄嘅時間冇幾久，我有去展場啊，做幾場嘅嘢賣主持人，茶嘅，還有奧多拜嘅，哦，我咧做主持人，啊嘛有幾多嘢賣旅展，哦，也冇相同嘅幾多不同類型嘅幾多啦，啊當然我有一擺我就看到我媽媽。第一個吼，起碼佢台東，啊我就想佢台東做得做主持嘛，我第一擺就佢哦，我接到伊咧，我同學起碼講，我有伊咧發通嘅記者會，我來嘛，我就來做一擺，啊一擺咧，一擺佢哦，2擺3擺，啊因為台東也冇佢後生嘅主持人，啊我要講，我快些講我家己佢講啦，啊一時時咧講啦，我就佢哦，啊佢了就。幾多年看到我都做嘅冇相同，以前主持人啊，就嗰種學校嘅先生啊，就都嚟出來，啊我就變伊咧個專業嘅，我第做主持人最大嘅伊咧開始吼，應該是我哋咧熱氣球，係我有做嘢熱氣球，啊過來就我有幾台度。客家嘅主持吼，是因為參加一擺客家電視台來
來錄影嘅啦，啲我哋台東池上嘅後面書童節發圖錄照啊，我就參加一百嘢，過來都幾多年來請我主持嘅，所以我有一擺啊，第一擺主持客家嘅發圖哦，做一類貴獎嘅客家衫哦，係。我想問一下，我幾時只有人教唔用嘅主持嚇？冇得講啊，講辦嘅話攞啲咯。我離開嘅地方是我失望啦，我看見客家啲用嚟主持，我嘛會做一專場，看見人用嚟主持，看久嘅吼，其實吼，我所以會緊張咧。我第一擺啊，看見嘛主持教，看改叫哦，可能看一暗部哦，我走成條愛主持唔記得咧，全部記唔得。客家冇名嘅哦，真係客家冇名，因為站上去我會緊張啊！有幾道詩唔曉得，係有啲詩哦是專業名啊，唔曉得講啊。第一擺哦，所以緊張啊，唔記得咧。下來又就本我哋咧經紀公司講哦，安尼做唔得。我個要淡一些，我認真一些，慢慢的吼，我就過來有進步嘅啦，一時進步。我記得我哋高雄有做伊咧高雄購物節，好一擺我就個順勢嘅，我就講起來就個強勢嘅，我就會感覺有一些嘅信心嘅，我又愈來愈厲害啦。呢是我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轉機。幾多台東？佢是用客話嚟講，因為有人講客話同方言有乜差別咯？差幾多哦？真的，我哋可以用嚟試過少，我哋試過少，我哋冇辦法像我哋方言講按你講按法溜嚇，按會講，我哋有時講客話時，有時話咧可以講我試過少，可是但是你要面對到他，香港我他講嘢少嘅，譬如講同我講滷州，嚇，池上滷州。甚至喺錄牙嘅可能人家氣球，錯冇好。真是面對呢種東西嘅時候，人都冇睇講，你係咪用本來係講方言嘅，而變客話，其實人用係克服有問題。地都卡，萬年會同我講啊，客家好，捱氣少少，高位規避，我落反陽佢冇地都卡唔會有安尼事。其實我喺啲講嘢，佢用嚟。佢痛苦，我冇法度啊，佢辛苦啊，但是我喺度講，有好多人要講到紹介，我第一擺主持客家話哦，唔係講紹介啦，我講嘅是介紹，我個顛倒過來，冇想到介紹，同大家介紹一下哦，隔壁有買演總，副演總，萬年來到呀，我是安尼講，而且唔咩咧，係有祝大家身體康健，我哋是身體健康。我明白都本年安尼講，我講啊我冇信心咧。但是我個英語媽媽就講，客話有本身就會講嘅，做乜冇去講咯？一做得同過多年來交流啊。但是我講真嘅啊，我講客話有一個好處。我一客莊啊，同阿公阿婆講，阿公阿婆，伊哋都幾歡喜，因為啊，伊哋談到嘅都是河洛話，我講客話，伊哋都同歡喜啊，幾歡喜講啊，按細妹唔曉得講客話哦，伊哋都同我講，夠親切。主持有時要面對嗰種夠專業嘅事情，譬如講路跑。好，你頭都講滷州，好，我哋一邊是還是反正滷跑啦，好，但是其實其實唔怕，反正地路好誒，哈，你都講滷州啊，譬如講像有啲嘅東西，有時我哋看到嘅歌啊，我馬上講，哎，也客話樣我講啊，嗰陣時唔會故意問媽媽嘛，冇得講打電話問到阿媽。我有我不是打電話問阿婆，阿婆嘛會同佢講，用嚟講啊，用嚟講，還有伊咧。唔啲一買tomato 嘛，tomato 係，我哋客話地杯冇啊，日本花音啊，tomato 我哋是安尼講嘅，我有一擺上過叫番茄，形容嚟講，我伊呢有冇啊，我攏講 tomato 啊，我有冇糖果，上過叫我有滿意，伊就同我講。
啊，合法地杯無安尼，冇像我哋頭到我唔係同講，我坐海下來，談到海洋嗰啲藝先南部下，誒嗰度你講海洋，海洋是買啊，買相同啊，嗰度是哦，就不是講南威地啊，啊冇就一門人啊，因為啊能夠除了南北的用法冇共樣啦，哈，其實有時係東西鋪用法冇共樣，因為有時飯機場茶。計程車，好機場茶，嗰時我講，海呀，又在南部橋。啊，你有談過冇？眼鏡，騎眼鏡呢？我能講眼鏡啊，哈，你即係講東西片都有一些隱喻，有一些冇共樣，但至少用詞嘅部分嗬，其實蠻有人睇，譬如講預備嗬，預備同佢講人強嘅聲音嚟講，我哋呢邊咧有偏曲啊，你講，乜講你有偏曲啊？乜講你有偏曲嘛？怪唔得，我都睇落我見過，好啦，我講係賺錢嘅客話啦。因為我係同我爸爸媽媽學嘅客話嘛，我爸爸媽媽都記得聽一輩世界大戰以前講嘅人啊，嗰時候伊哋講嘅，其實我爸爸媽媽講嘅係日本話，但是伊哋係算是賺錢嘅日本話，點解日本人嘛他們都是？真的哦。但是我都聽你講，希臘人講係賺錢嘅客話啦，因為有偏曲就是有曲。有偏 Q 有 Q， 嗰種有談過呢，我嘅阿媽有講過。你都賺錢嘅客話。嗰叫阿媽係啲，我就會有談過，但是冇一天。點解雖然你講有 Q 㗎啦？有 Q 係錯有 Q。我哋都嗰老派時咧，我哋講有偏 Q。嗰解咧是個定個嗌個厲害嘢先。因為叫做日本式啦。日本式嘅用法係啊，嗰種從這個睇台動啊嘛，嗬，一方面講唔要愛對華語轉成客話，佢同時同到一開始你講到，其實台動係一個歸語言歸多人嘅地方，除了客語、河洛人、原住民就歸度錯，咁你主持嘅時間係唔係其實全部都要講一遍啊？沒有，客話發圖嗌咗講客話開頭，後尾又講一擺華語，人哋咧華語就做得咧，但是以原住民部落，人哋咧講嘅你講一擺嗰來講一擺，人哋咧阿咪寫法，但是哦，因為我唔係原住民，我講嘅是哦，唔是太多，唔是太多，但是朋友從我哋講安子些啊，他家好啊，也基本咧我會就做得嚟。好，跟住咪現場講啊，同埋安子些，他家好，因為我講安子些。阿咪是咧發嗬，安子些我就叫阿賴，係他家好，我是奶好，奶好，同翻譯佢唱啊嗬，奶好，我哋會講一場菜嗱，我就奶好沙利嘎嘎馬布魯，雞秀秀嘎咕，我哋是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秀秀，嗰種其實喺語言上面其實都台東以後。唔等於學到幾多冇共樣嘅語言嚟嗬。錯啊，要談一些些嘅啦，有冇相同嘅呀？像我哋有嘅烏尼南，布農族嘅冇相同嘅，嗰度族別，還有我不是韓式以前我以我講排灣族嘅，我都會係烏布就從我哋咧阿婆阿媽，阿姨哋就會佢感覺一細妹係我烏布嘅，原來都會覺上我哋啦。其實對台東主持有冇相同嘅呢？有冇相同嘅主持呢？我是改咧就是客家話啦。冇錯。嗰個客話主持一件事情嗬，唔單止係我哋秀秀嘅一個專長，同時秀秀嘛為咗主持學識嚟改到促權呢啲話。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嚟嗰度個精彩嘅故事哦。分享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呢節目來自我哋台東嘅秀秀，我哋分享講喺主持嘅時候要注意乜嘅事情。就想問下秀秀嗬，因為其實這個主持嘅一啲算是發圖過多嘛，對我哋咧開場啦，甚至升旗啦，嚇，甚至當我哋親自嘅一啲發通，仲有無佢話風格嘅一啲發通嘅話，有乜個主持嘅一啲優良？有哦，我同講哦，像我哋咧升旗典禮啊。
伊讲法哦，就爱个严肃一些些，做唔得吼，像主持嘅小朋友的呀，一种哦他家好了要羞羞姐姐了也要做唔得安尼，就正经啊，正经一些啦。还有啊，做记者会哦，记者会嘛相同啊，记者会做唔得工作，因为啊一百名。吼，无彩排哦，因为啊，俺哋爱像俺哋呢贵宾上来讲话，爱做埋流程，拢爱事先俺拢爱做几道诶，也埋功课啦，做好能做得上伊主持讲到安尼哦，俺最唔知俺最好哪一种嘅主持无？我唔知呢，係最好4年嘅主持，因為4年嘅主持啊，做得照啲落杯照嚟照去，因為哦，幾好用嚟哦，幾好控制，講買伊就一買，講買就一買。係哦，今邊咧小小姐姐有獎冇？伊講獎有那麼有，心情就幾好誒。當然啦，我哋呢4年嘅主持嘛是無相同嘅，我哋嘛要做無相同嘛。因為做嘢嘛，我嘛4年主持，我就做得做佢好省，做得做嘢我韓式最好做嘅碰碰球，安尼看起來就佢公主用嘅係啊，安尼我最好主持親子嘅呀。像這個主持安多嘅的經驗地位啊。有呢種印象嗰層，譬如講佢失控嘛，吼，無論講真係是好彩有救到那嗰種情形。去年有一擺最好難，因為準備嘢咩跑嘅啊，轉呢啦，唔點喎，1、2、3，前轉，因為冇轉呢，因為你轉冇起來呢，啵，唔點係一個買法嘛，接二連三，好運連連，安尼。接下伊啊，總對本人嚟講也是無法度相同接放起來，所以不時有安尼情形。變成安尼情形，但是你這個節目幾好啊。係啊，所以幾度不時有安尼情形啊。後來啦，我哋就係咪買，我哋呢廠商盡量冇用轉嚟跑嘅，因為幾多年唔曉得轉，有一擺是跑嘅空踢球嘅，無法度轉，所以。安尼轉跑嘅係最強啦，最強伊能轉跑嘅，但是吼嘛最強伊個情形，伊能來賓的講法無相嘅，一擺有無相嘅，用嚟唔知無，因為我講，因為他家攏係忙得聽愛講法，像他家準備下撲水下哦，人哋過來分享一擺，人哋會推廣伊咧，係啊。像安尼臨機應變也種嘅啲方法嘅話，係你這個學到嘅，還是講讀到就會嘅，讀到都會啊，讀到就會嘅。遇到嘢講快些，我哋咧麥克冇上嘅，我叫我啦。但是你這個如果安尼一啲處理嘅方式，都感覺到講，我講啊，佢適合，同時他嘅業務因為講錯過，再撲水下，係啊。嗰年啊，有一個發通啊，一個表演人哦，100。失敗冇成功，我就同伊講買點啊，我哋是嘅台東後生嘅，我哋來搶我哋嘅生命，我哋來搶我哋嘅天公來天數啊，過來一擺好冇，大家就破數誒，破數誒就過來一擺，1、2、3我先我佢講，佢過來一擺都冇成功用嚟辦冇，好家仔第二邊就做得咧，我望下下家哦都冇呢嚟哦，講啊冇命啊，真係會講死哦。係啦，我相信吼，其實一般咧，我哋啲觀眾朋友嘛係安尼啦，如果因為講，其實你講嘅地方嘛係救場，你講救場啦，你救場，你等於講本一表演嘅人，你再練習一擺，我相信伊講真實冇拄好。冇成功，伊冇因為怪人啦，因為真的啊，佢都冇辦法的事情，你他講伊都希望講不應該機會主持人其實嘛作為一個幾好嘅救場嘅吼，冇成功都冇辦法，係啊，真的咧，頭都有講你個池上後面抽數機啊吼，其實係一啲應該算是國際性嘅一啲發通嘅啦吼，但是有啲人是講伊唔係客人啊。好，咁就譬如講，嗰種發通現場地方有一啲唔係客人咧，好，冇得講有嗰種過多年以出嘅人，你喺做主持嘅時間有乜東西要注意？有啊，我講今年嘛，我講，今年講，
你咪學路唔係講學路法，客家嘛係講，來穿插，我以下講來講去，無幾多年頭冇，因為其實客家發通啲推動我哋講客家是差唔多50%，唔是咩唔是咩客家，唔是咩華語，講嘅幾年我哋做能談有，因為來參加發通嘅人唔係攏客家人咧，係有一年只能談冇，但是我哋會想辦法。不然能啲客家有賣事，像我最後用嚟同大家嚟講我哋客家啲嘛，因為因為對我哋客家印象是食啲東西。如果講我會講好是冇，伊講好，因為會講好，唔係是老虎嘛？你講唔通記得萬年同講法，唔講好，因為都好，我都會同伊講。單字一類是搞，我當我們講，唔對我哋推動有咩好印象嘛？伊就會講有來，所以我哋嗰度嘢咪來我發通嘅人唔係單單推動人咯，咪有來自無相同嘅高雄花蓮屏東因為都會同我哋講滿東，應該。用嚟講咧，滿東滿市是安尼講嗎？冇錯係。滿東滿市，滿家都唔曉得可以講嘅。咁一般人睇冇乜個問題。然後問少少按呢度寫少少推動後面數動機，一直教來叫佢試少少我行咧路是人家會多嘅呢，唔要一主持嘛，每年都會來問我問題啦。啲路上都會啲發通就會問講等一下一到點做得開始今邊有買發通每擺都先來問過但是我感覺有一個無相同嘅地方，我做客家主持最好搞嘅地方就是我主持人還蠻多，客家鄉親好朋友都多嘅。客家人該準時，真係唔係講我哋其他冇準時。客家人因喺咪9點來表演，8點半就到嘅。但是我喺冇相同嘅地方我哋可能9點表演，8點5:45，我哋緊張嘅，應當出來。所以無相同嘅個性也做得看得出來，我哋發通應該無相同嘅想法嘅人。冇錯，對係啊。嗰種其實等於如果唔知家庭算是推動嘅主持界來講，發通嘅主持界來講，冇算過有名嘅。你等於話，他跟有以為我出日都問佢，哎呀，發通乜個時間開始哎呀，發通內容係乜嘅呀？我嗰時我問講。從你這個對以前開始本來太好朋友本來做企劃嘛後來做主持，慢慢用嚟看人嘅一啲安尼轉變媽媽一開始談到我啲主持媽媽講唔曉得嗎？我想佢想我嘛唔係幾曉得，但是我就主持媽媽不是用嚟啲嘛，喺桌面我同講我看到唔妹嘅啲嚟啲電視台都萬年講嘅，因為對面嘅阿姨啦，隔壁嘅阿叔啦，然後都會走嚟同媽媽講，唔妹嘅啲因為南京路我睇到嘢上我哋講主持媽媽不是都本年安尼講叫嘅伊其實幾歡喜啦，幾歡喜講嘢妹嘅做得做伊歡喜嘅事情。伊嘛幾驕傲，點因為伊會聽伊主持，伊會講嘢愛妹嘅，伊不是安尼，其實伊應該講，有伊個名圖本來以前人都講，是客家板條嘅妹嘅，錯冇？你講嘿，攞過來是唔是嘅小小嘅媽媽錯冇？轉變無相同嘅，媽媽蠻愛感覺伊是幾歡喜啦，伊嘛煩惱伊嘛幾煩惱講，會唔會冇吃呀？就是不是行在路上不幾多年都小小
其實我不是本年很多名，有啲人係真係魔術師呢，係都做快些，因為記唔得人啊。但是哦，韓世紀呢，亦咪緬甸呢人客哦，喺硬都改歡喜，因為韓世哦，佢係睇嘅，有啲伊能當係主持嘢啊，都講。看得睇呢，唔曉得主持呢。其實哦，因為爺媽阿叔啊、阿姨啊，因哋嘛幾歡喜啦，講也細妹看呢幾睇嘅，做得做伊咧幾奇怪嘅細條來存錢，對因哋來講是無相同嘅啦。唔錯，對因哋觀念無相同。係啊。觀眾朋友，看見今日嘅節目以後，有冇發現到講？有人講，學客話係咪會加分啊？唔是加分，今日少少故事同人講啊，唔可能因為以為講客話，故事唔可能唔單止可以方言主持，也可以接客話主持嘛，可以接，同時嘛，表現爸媽感覺到講，其實以後要每嘢做件嘅一個好嘅事情，嘛比感覺到幾驕傲。今日咁上下就少少啦，現在分享按照安子菜故事。安子菜，我哋主持人，嘛感謝我哋觀眾朋友啊，請大家做對來看我主持哦，嘛歡迎大家來到台東了。休息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化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